为时间比较短，准备时间比较短，你们要不要睡一起？好啊。睡一起是说现在已经在睡一起。今天晚上吧。我老婆会吃醋哦。今天晚上飘哥说你发那个他亲手给的，哇，谢谢。他说他拜过，谢谢。他说他跟妈祖拜过，说愿意，谢谢。所以我要你老婆连你跟男生睡一起都会吃醋。哇，这个你应该去问他哦。但真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有在很开心啊，这阵容真的不只是大家真的是，我觉得缘分到了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飘哥给的。那你们之前有这样子就是交流感情交流，因为你们要演好兄弟嘛。之前在今天拍片之前有拍一下我屁股，对，光屁股吗？没有光屁股的。硕哥要宠我，宠我，他宠我买假包，我才生气吧。荣获台北电影奖的最佳新演员，今年在录影邯郸入围了台北电影奖。小朋友说，你觉得人比鬼更可怕？大概什么时候有这种觉得？也就是可能这阵子吧，就是可能妈妈离开之后，其实看到了好多就是人情冷暖。她之前有非常要好的好姐妹，然后都会来店里面吃鱼啊，然后打牌。可是真的，她知道妈妈生病了，然后一直到妈妈病危到她出殡，我都没有看到这个人。对，然后是事后妈妈走了1个月之后才问说，那你妈妈好吗？我说我妈走了。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这个事情。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有一些人的信仰，他并不想来沾这一些不好的气，所以他也没有问。因为那时候我跟哥，我们会去那，是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是想要做的。然后我们到那边，对。然后到那边是刚好有人说，勋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嘛？我说好啊。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去看了。然后一看之后，我才懂说，哇，原来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是在卖这一些。然后我和哥就看好包之后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然后一走之后，因为里面有很多那种，你知道广州很多那种拉客仔，就是说就对，带你去买包，他们可能多少会抽。然后我其中就有看到一个男孩子，他是赤龙赤凤的，他就从头到尾都在拍，就是拍，说我刚好这一边是有买表的，你要不要来？或是有卖什么鞋子、卖包，说我不要去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跟哥都没有到他店里面去消费，所以他才做这样的事情。就是朋友托你去看。对，他们叫我去看，然后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，因为那边就写的皮具城。对，他写那个皮具城，然后我说皮具城是什么？我说好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去之后，它就像是一个矮房子，而且它那个矮房子是一整栋的，然后那个门就脏旧的，可是一开门进去，哇塞，金山玉山什么都有。都是假的。那9个里面不是包包啊，都不是包包。对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还没有去皮具城的时候就已经买了。对，然后他们那边卖东西所用的袋子全部都是黑的啊。硕哥要抽我，宠我，他宠我买假包，我才生气吧？他说你再怎么样，你也要买真的吧？你买个假的给我是什么意思？